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3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麦尚阳。头起先，咱要是要来关心这个香蕉粉染苏丹红的事件，到今还未收煞。即马连胡椒粉嘛，互人检出来。目前有顶呱呱甲肯德基两间业者是暂停提供胡椒粉。台中市的学校、病院甲长照机构，即马也停用香蕉粉甲胡椒粉。也若伫咧嘉义市是发现有鸡排店已经用58包的苏丹红调味料，所以剩的12包是赶紧落价。苏丹红是按风暴愈来愈大，那辣椒粉包括胡椒甲芳香油拢互检出，主攻食品的 BB13 芳香油也有问题。1.7万罐劳力专联已经全面摕落来个清点数量，市度主管按指出，除了学校营养午餐等停用，即马扩大到长照机构、医疗机构、社福机构也拢停用，佮启动专案稽查，针对违规厂商全部款待，依法罚款。地方政府传立单工作人员详细清点数量无早，台中市是按次初9个公布，增加使用问题辣椒粉的产品要求回收，继续往下游稽查，佮通知城外境的学校机构停用胡椒粉等调味料。台中市已通知包含高中以下的学校、医院、安养及长照机构、各类护理之家等共1000多个单位，自主预防性暂停使用辣椒粉、咖喱粉、胡椒粉等辛香调味料。继续往南，嘉义市卫生局最近接到几个县市卫生局通报，违规辣椒粉产品流向嘉义市下游相关业者，其中一间鸡排业者使用有问题的芳香13箱10包，胡椒盐调味粉60包，其中58包已经用完，剩12包全部回收。彰化县也有通知，他们有公司有出货这个辣胡椒粉的一个产品到我们嘉义市，那这个部分是销售到一家的鸡排业者，部分已经用完了，那其他还没有用完的部分都已经全数下架回收。民众烦恼食苏丹红调味料恐惊有着感的几率，行政院食安办主任柯富策别表示，国际将苏丹红加比第一等拢列为第3类致癌物，对感冒风险无确定，抑过即款的讲法引起批评。柯富暗时也伫面册回信咧表示，绝对无要禁用加比地米，苏丹红也袂当用伫食物。里面话说的不对，不应该用这样去举例，所以我从脸书上面去表达，后续说话会谨慎这样子。食安办回信咧，坦白讲，说明无够详细。对最近含有苏丹红辣椒粉的产品，留伫国内各卖场通路引起疑虑。为此，监察院也主动介入调查，主管机关监视管控失灵，佮检讨稽查机制，甲后手的应用防范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政府推动国南国造长海巡署第3只云林南高船，也甲第4只顺风南甲号名叫做台北南。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有出席号名的典礼。云林南伊是有配亚健病院顶级的医疗舱，会当配合直升机来救援。未来会伫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服务，来守护咱南部海峡。请揭牌。总统蔡英文正式将海巡署第4只4000吨级的海巡舰，号名叫做台北舰。另外一只员工的云林舰也选择办了载气高船，予国南国造各增加新的进度。设有手术台、手术灯、麻醉机、生理监视器外，本件手术设备涵盖颅部、胸腔、腹部、骨科等手术。工作人员详细解说配备，除了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也伫咧两人罕见共场出来，还佫到电去云林南参观。这正是海巡署委托大船公司打造的第3只顺风舰。高船仪式有请副总统展现对海巡兄弟的支持。4000吨级的这个巡防舰的最后2艘，这批巡防舰是海巡署目前拥有的最大的舰型。海洋连接了世界，透过国建国造，我们向全世界传达了台湾坚守民主自由的决心。
4成等级的训练男营承受10级强风，续航力有1万海里，阁有3组射程120公尺高压水炮，应提升海巡量能，也附规格甲野战病院共款的专业医疗舱。紧急时阵应配合直升机吊挂上环，也配置伫南部地区启动海巡队守护南部海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台电是一直咧了钱，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大声争取政府的补贴，而且对补贴有信心。根据了解，行政院对补贴台电的态度是支持的，有可能会拨1500亿，上紧伫3月中旬就会做出决定。自由时报新的电价就要公布，这工业电会分一般产业甲特大的用户。特大用户的界定就是以连续2档这个用电拢增加，而且一档用电51度电来做标准。另外也会看景气来调整，预计特大用户的电钱会起2成。中国时报劳保局报告，2023年年底劳保基金是负债金额是13条465亿，甲顶一年度这个12条相比，增加7000多亿，平均每一个人算起来爱派56万的劳保的债务。另外，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南美洲的国家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伫3月初9落一场大水雨，结果这雨水消透袂赴，所以真侪徛街甲车路拢互淹去。居民是伫最近赶要抢一寡家电甲营区等等。官方表示，至少造成1个人死亡。这场大雨和溪水规个拢满载，冲到民体内面，真侪人的厝看起来真危险。虽然有几落台怪手伫咧溪内面搜寻，不过民众也是袂放心，冒险登去厝内底看家伙。Ya está entrando, ya está entrando, ya está a unos pasos, ya está entrando. Tenemos que sacar todo donde podamos. Mira, ni el tractor no puede. Mira dónde está la lámpara. Se ha llevado toda una media casa. 玻利维亚最近代志真多，伫最近有真侪所在拢受到大雨的侵袭。首都拉巴斯随时有一条溪把花规拢绑起，造成至少43个人死亡。当地宣布建立红色警戒。伫初9的这场大雨，溪水甲土蜡做伙了落夹夹，将迄大车路甲民体厝内，至少已经1个人死亡。全世界各地一直出现极端天气，就连本来天气正热、素无气候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吹飞吹到2天也落强降雨，有13台本来要飞杜拜的航班，改降到其他的机场，高速公路规个看起袂输敢若是海。阿联酋国家气象中心估计天气会继续无稳定，规个拜六礼拜拢有发生强降雨的可能性。当局也发预警，请民众尽量踮在厝内，莫去海边啊开车嘛会较细致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道客运是真歹做，即马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去年敢若剩29间咧做尔，收入是58亿外，比疫情之前是减42%，这人也减少36%。公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顶礼拜搁一摆提出要来起运价，互民众真烦恼，这车票敢会对得起咧？即马公路局是表示讲，地图是有 T-Pass 月票，所以影响会较少。目前的方向是要维持补贴运价。乘客排队依序上车，通行做外口客运往来台北家人，也毋过国道客运业者最近几年的经疫情过了后更加严重。根据公路局统计，去年只剩29间业者经营总收入58亿外，比疫情之前减42%，差不多破一半，少42亿外。这车人次也比疫情之前缩减36%，载客率严重落败。公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专联会去年提出运价调起案方退回，顶礼拜佫提出维持7%到23%的调幅，民众烦恼连带影响票价起价。票价不调涨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对，因为毕竟票价一涨的话，其实整个我们的不管是因为上班族、通勤族其实蛮多的，而且我们从基隆过来真的很多人，所以其实我们的成本负担也变很重。油价下调的时候，票价并没有下调，对啊，那是不是油价下调，那它的票价也要下调？
国道客运的运价我18年无调整，公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专联会指出，运价调起案虽然包括中长途、短途，也毋过目前短途有7%月票，对民众影响较细。也毋嘛政府会当维持补贴，避免运价起伏，反映伫票价上。对此，公路局回应保证方案有关的建议，偏向继续补贴运价。这个中长程的部分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票差的补贴啦？那这个通勤通学的部分因为现在政府行政院有 T-bus 嘛，那通勤通学的部分就 T-bus 会吸收。运价之后的票价的部分的调整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会研拟相关的方案，当然也有补贴。另外，机车定检费为1997年实施以来维持80块，无起过。考虑燃料物价成本拢起，4月起会头一摆调升为100块，有过当年增加1.5亿经费。环境部表示，由空污基金全部支应，未影响车主。80块调涨到100块，每辆车补贴100块。那这100块呢，是由环境部的空气污染防治基金来补贴给机车行进险站，跟一般民众呢没有什么影响。环境部表示，空污基金用来支出予机车行，当年大约6亿。去年机车高检数786万台，高检率79.39%，补助6.29亿，创5年来新高。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台78线快速道路往西边16公里半的所在，昨发生火烧车意外，有一台载进香团物件的货车是熊倒火，车顶一家伙仔，包括一个驾驶甲2个囡仔，拢烧烫伤，也那驾驶因某是侧伤。初步了解，这车顶敢若就是有载炮啊等等危险的物件，也那详细起火原因，即马要搁咧调查。消防车赶紧去现场，远远就看到乌烟伫冲天顶，随后赶紧布水线，对导火货车抓水降温。进香团的，整台车烧光光了。火势捌一摆，消防人员虽然赶紧将火势控制掉的，不过货车也是烧甲寸骨价。车顶迄当时载有一家4个人，虽然拢会扶走出来，不过2囡仔烧着伤，趴伫涂骹等待救援。小孩子灼伤。除了10岁到9岁兄弟脚甲手受着伤，34岁细规驾驶，规身躯是受着40%的烧烫伤。那26岁加后是几个所在受着伤，好佳在拢无生命危险。意外发生伫车库中道云林台7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西向16.5公里的所在，一台载进香团物品的大货车突然发生火烧车，车顶一家4个人。好佳在拢有走出来。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是坐路旁，然后他们是一家人啊。最后他们就叫三台救护车，然后送他们到台大。警方初步了解，车顶疑似载炮啊，也毋过导火原因要爱进一步确认。那意外迄当时，台78线把全线封闭，太车有5公里长，一直到1点外钟了后，车顶才渐渐缓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桩意外是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这新的大楼才拄完工尔，结果3楼一间礼厅所发生天棚落落来的事件，下底当咧参加告别式的民众是受伤个流血。市长钟万安表示，已经要求厂商爱全面检查，及时来改善，也会持续追踪来确保民众的安全。天棚少一大地，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新大楼3楼礼厅，侧边发生天棚落落去意外，广上咧参加告别式的民众受车伤流血。殡仪处检视了后发现，疑似板材变形，已经要求厂商照合约来改善。一位长者他是有那个手部有轻微的擦伤，当天我们已经有协助处理，还有上药。昨天晚上就已经请厂商全面检视完毕了。目前现有的板材是都还 OK， 然后预计下周一会再进场做一些加固的措施，让它更牢靠。殡葬管理处也表示，新大楼礼厅今年1月初2大楼开放，同时一边也照原本的机程配合港在，绝对无外界所讲。围观一边紧急开放礼厅，会要求厂商赶紧提出加固措施，搁赶紧完成改善。议员是批评宜宾家组豆腐同款的工程验收过程恐有问题。
二兵是豆腐渣工程吗？根据殡葬处的说法，也表示说这个礼厅也有拿到了执照。那么民众会质疑，在验收的过程当中是否出现瑕疵呢？殡葬处跟我回报，到昨天晚间7点半左右就已经完成新馆的各项全面的检查。那我们持续追踪，确保安全。宜宾除了天崩事件，也出现停车场动线甲交通问题。各户议员发现地下停车场管道甲规划设计无同，互殡葬业者的车真歹入去。郑万安回应，上阵了后全面检视过宜宾2期工程，各实地到现场看过真侪摆，会继续甲相关局处讨论优化宜宾，互民众使用更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昨颁奖，上大的荣誉杰出奖就是颁予清大生科院的副院长孙玉珠女士。伊伫模棱板的研究有真大的贡献，对咱人类神经退化相关的疾病，譬如讲失智症的治疗，伊的付出是真侪。体质控制署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最高荣誉的杰出奖，清大讲座教授孙玉珠真欢喜。成为女性而为荣，我在清华已经20多年了，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好像终身成就奖。伫清大20多年，伊带团队专攻模棱板分子结构甲生物研究，上代表性的研究是甲中研究学者，也是先进的小团体实验室合作，成功解释模棱板分子结构，佮找到突变位，互失智症治疗出现希望。伊毋是明星高中甲上好大学毕业，伊讲学生时阵也想要到有这成就。我不是学霸，凤山高中，然后中原化学，然后到匹兹堡大学拿的博士学位，所以，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今年新秀奖2个得主，台大分子生物所副教授朱雪平，拍开基因秘密解做癌症治疗。高中的时阵，就对生物真有兴趣，佮用家族做研究的主题。想要做什么事情方面，就是家长，就是我的爸妈都没有特别的去干涉我。另外一个得主刘明雄是中兴县南部生技中心副研究员，领先全球破解农作基因序列，找到逆境成长关键。自然爱看侦探红会，爱问为什么，真爱研究。从小看漫画这种探究为什么，让我可以走到现在。得奖的女科学家对未来要行科研的女学生讲，做家己喜欢的代志，唔通惊失败 ，Be happy, be yourself， 都会有行落去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几天有一个影像记录计划，要甲台湾一寡较重要的传统艺术甲录影保存落来。因发表对目屎到希望一块咧讲歌戏苦段廖庆基老师的纪录片，而且是由一个法国导演来制作的。希望讲这个民众会当了解伊做戏的人生，继续传承歌戏，也互台湾艺术伫国际发光。上尾迄部卡唔好好遐悬。已經要90歲的歌戲國寶廖慶基老師牽甲後一輩學生，每一步攏真足夠。廖慶基互人號做台灣第一苦段，伊細漢的時人生是真艱苦。但是媽媽廖珠貴佇廖慶基4歲離開世間，外公外媽請養伊大漢。廖慶基14歲走投無路，甲家己賣互戲班，開始學戲的人生。以前阮伫學的時候，老師手也一支馬邊的。第坐咧台頂咧監視，拄嘛補啦，愛蹲15分啦，愛蹲15分，手閣愛舉安尼。因為環境壓迫入戲班，廖慶基講，雖然學戲艱苦，至少有飯通食。所以真濟看戲的人攏講，廖慶基的口條感動人，是因為伊家人生的故事唱入去內底。2000年的時，一個法國導演張玉碧，互廖慶基的歌戲感動，經過20幾年的時間記錄。去年傳統藝術中心到房站，以為目屎到希望為主題出紀錄片。從法國導演獨個的角度來看咱台灣歌戲。第二個，廖老師的學戲的過程，辛苦艱苦，較早坎坷的人生，甲佇歌戲內底的這個成就，伊也發覺講歌戲佇咱台灣開始式微。上尾伊希望有轉變的一個契機。上當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是歌戲啦，吼啊。透過這個紀錄片呢，嘛會當互國際上的咱的朋友呢，了解講咱台灣的這個歌劇 Taiwanese opera
其实是歌戏。学者李慕贤讲，歌戏结合台湾文学、音乐、民族舞蹈、美学，通代表台湾的文化，帮透过纪录片，互大众看见台湾文化的水。国宝廖庆基也希望把家己的故事讲出来，会使鼓励更加侪的歌戏后辈斗阵传承。记者郭敏林、玉凯台北报道。新北市北门街的古迹周奕记是酒家的私人财产，这个子孙申请古迹认定、修复建筑，甚至是整理工程等等，全部拢无摕政府的钱。昨早起是举办上娘典礼，酒家表示未来这个周奕记都会开放，予民众通可入去参观。在酒家子孙化进路的过程中，遵照古礼完成主娘安置典礼。在新德市北门街市定古迹周奕记，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第6代子孙因为唔甘过去生活过旧厝，准备要卖掉，就甲全部产权买起来，开始进行整修工程，想要让祖厝恢复过去的风华。我小时候住在这里，好，所以我有很多很好的印象跟生活的记忆。我希望可以回到以前的这个生活的记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房子修回到我以前离开的那个样子。为着要让祖厝会当重新恢复古早款，周友达邀找各地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修复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发现地站立落，把这个结构补强。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请人来做地质的探测，它底下真的2公尺以下就是一个地下水，然后把我们地下的泥沙一直带走，所以。这个房子的尾端这一端有一些砖墙，然后直接裂开的那个痕迹。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其实最担心。我歹换的物件就是用1楼的天花板无爱换，无爱拆，啊要换算起2楼的楼房，所以阮咧时间的时阵有较困难些换，因为你天花板无拆，你要换顶的物件会较歹换。有100多年历史的新德市定古迹周奕记。不用政府预算，一步一卡由酒家子孙出钱出力来修复，或在网络顶端分享文化遗产的修复过程，拍算完工了后，会甲古迹对外开放，让祖厝继续讲故事，展示文化价值。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中华职棒35档即马全新的赛季咧要开始啊！今年是有6队的规模，佮加上即个台北大巨蛋也摆30场比赛，所以是真有话题性。昨下晡是开始卖票，真侪球迷拢来相听，也那球员也出面来分享一寡训练的心得。凯威，等一下还有更小的。甲现场球迷趣味互动，欢喜翕相。李全良、林凯辉、罗天、陶元、陈金豪、大cường乡因陈子柔伫中职4队门票开始卖，记者会上真拍拼。对乐天今年的期待是应该会启用很多新的选手，那我也很看好其实今年的台钢，因为其实今年的台钢很多选手都是以前乐天的前身拉米狗时期的选手。爱买季票早就买好啊，就等开季进场为支持球队应援。李全良球迷黄信世真期待看到两队甲大cường乡鹰交手。公益中对那个叶军长，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操盘推演那些球场上的比赛。中职中回一军6队规模，来向赛360场的比赛，每队爱出赛120场，对战组合变侪，球员伫备战甲训练也爱得力调整。主要是重量方面吧，因为我今年比较了解到，就是我可能重量不太适合做太过重这方面的东西。我上次有问陈虎吧，他说比较软，比较湿一点，然后就是我觉得看当天状况吧。健康的出赛都打满整季，然后当然最希望是可以拿下新人王。为新赛季准备，中职为13到27办理30场官办热身赛，其中2场伫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单场有2万席。中职掠算16进场1.8万人，17 1.4万人，拢会破中职热身赛史上单场上侪7068人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2度到20度，中部地区是12度到22度，
南部地区14度到23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19度，外岛地区8度到18度。要到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